醫生、黃教授、陸醫生，大家午安。首先咧，恭喜大家咧今日獲獎。我哋今日聚首一堂咧，其實不單單係慶祝大家獲獎，更加見證咗我哋咧一齊為咗健康呢一個事業咧而努力嘅。能仁專上學院係一間即係香港認可嘅專上學院。過去我哋一直都培訓緊護理啦、健康科學啦、社會服務嘅人。我相信咧就喺健康護理嘅行業，都需要有源源嘅新血加入。咁所以咧，學院係大家一個最強嘅合作伙伴。所以未來嘅日子裏邊咧，都希望我哋咧可以多多合作。頭先劉醫生提及過咧，喺健康呢個即係議題裏邊咧，我哋需要跨專業嘅合作。咁所以咧，其實我哋一直都係本住咧喺學院裏邊，同學係需要學習唔同嘅領域。就算係一個讀緊健康護理嘅學生，一個社工嘅學生，佢需要喺過去讀書嗰幾年裏邊咧，去參加唔同嘅我哋叫孵化計劃，就係去到唔同嘅機構服務單位去學一啲新嘅嘢，希望佢可以有個跨專業嘅合作。咁所以未來嘅日子裏邊咧，我哋希望可以攜手咧一齊為健康事業而努力。多謝大家。